来看亚洲最近受到热流的影响，一寡国家因为天气伤热、温度伤悬，宣布休假。伫咧越南的南部有一道水库，当地媒体讲是因为热流影响，而且嘛无管理透冻，所以是造成几纳十万尾200吨鱼仔冰岛死亡。宋梅水库内底的鱼仔拢因为欠水死了。在地居民甲记者讲，大家拢因为鱼仔的尸体臭嘎嘎，这10天来生活品质是真歹。越南南部东南省的水库有几10万尾鱼仔死去，这个所在已经几礼拜无落雨。管理部门为着要挽救水尾的农作物，想要甲水库下底积沙清掉。不过因为水库的水位伤低，鱼仔根本就无法度生存。在地人甲媒体记者认为讲，是热浪高温加上水库管理不当所致。Quá nóng và mà rất là mệt, người lúc nào cũng khó chịu lắm. 都甲东南亚大部分的所在同款，越南南部甲中部地区都受到破坏性高温的影响。4月30日，解放南方通一直休假，越南部分的所在气温是44度，雨落街仔路是无啥人，大部分的民众选择踮伫室内。越南国家气象局表示，过去这几天北部甲中部部分地区记录到上高温是42至44度，爱到5月初温度才会较降低。南非开普敦4月初发生强烈的风暴，有500多只强要登场的红海龟，去互海水冲起来海沙堡，尾后有风救起来，今嘛安置伫开普敦海龟保护中心。Turtles are really remarkable because they're ocean indicators. They are telling us what the state of the ocean is. It's really small, and they are eating the things that are floating and pieces of plastic like this. 伫南非，红海龟一般会伫开普敦东北部的海岸，家己上岸起来生卵。因为这海龟真有可能是去互印度洋一波较温暖的海流去，所来就对海流流过南非，结果流去开普敦附近大西洋较冷的海水内底浮出来。专家认为讲这是真接快，不过强烈风暴致使几百只风冲起来海沙堡，这就真无事上啊。更较莫讲保育员一天来救到这海龟，而且收集到这海龟排出来塑胶片是甲指甲差不多大块。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